帮我们讲一下韩国瑜好不好？韩国瑜说换瑜啊，就是国民党脑袋进水。你针对这句话有什么想法吗？那国民党常常脑袋进水啊，这也不是。那你觉得他们会再进一次水吗？哇，谁晓得？我老实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两党的初选都觉得，这在以后真的，现在没办法去换什么的。我试过竞选，还是再去做个检讨，因为这种全民调哈，而且台湾在两极对立，变成常常是对方阵营进来灌水嘛，所以那个得票数，你知道哈，就太夸张了。所以我要讲，那个不管是民进党这边或国民党那边，你知道，我常说，我开玩笑说。韩国瑜是民进党提名的，就是说那个明显是大量灌水造成的嘛。那这个就是，当然这个初选制度三心动了，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了？只是说现在都已经走到这里，要检讨还来不及。也许这一次过后，双方这两个主要政党还要对这种总统初选的这种方式还要再想一下，因为这结果是很荒谬，就对了。所以你在跟宋主席的关系怎么样？现在宋楚瑜是不是有一些不满？就是你没有啦，这个都报纸讲的，我不晓得。那我找时间去拜访他一下。那你组长，但张学文有说宋主席本来又想要让你接班，但是因为看到你阻挡，所以就只能祝福你。他本来想找你接班的。因为我只有在今年刚过完年跟他见过一次面，后来就很久没有见面了。所以有时候应该有一些政坛前辈有空要多多去跟他们讲一下话。但你组党之前有跟他打一声招呼吗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不讲话。我们那组党在吃便当的时候，以后再写一篇那个创党乌龙记，有没有？因为他对你组党好像相当不满哦，他说他原本担心说会压缩到他原本要辞去市府顾问的一职，你是不是组党惹到他？这倒不会的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他们这些比较有年纪的人哦，其实他们这不管年轻怎样，到了这个年龄哦，我发现不管是王金平或者是宋楚瑜，他们到了一定年纪，你知道哈，不管年轻的时候，也许在这种权力的圈子里面，得到那个年龄都会比较，感觉上都豁达很多，比较没有那好像很积极于名利那种感觉，就感觉不出来，都比较豁达。白局合作破局吗？白局合作破局了吗？也没有什么破局，关系有生变吗？不会的，还好。有成局过吗？有成局过，就还没有谈过嘛。卓荣泰反呛你说你比较可怕，然后说乱讲不是专利。他还质问你爬照经费哪里来？哦，这换线好了，我们这个叫寄生虫战术，你知道？后来我们只要出那个高铁票，其他我们到哪个地方，有时候不好意思，吃饭都是人家请的嘛，这个。那民进党没有编所谓的总统预算，就县市那边，你是怎么看到？我怎么觉得很可怕？他说他没有编总统，没有，他用县市的预算。因为你那天讲的时候是县市的预算。这民进党说没有编总统大选县市的预算，真的，他这样讲，确定？他脸书发文。我劝他赶快撤掉啊！这个。那你是看到什么？你是从哪边看到？这个涉及国家机密，不要告诉你。所以确实你有看到他们有编一些预算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你想，我当然是这样的，我不要跟你讲细节了，但是有时候在讲话要用常识。民进党总统大选没有变县市的预算，这你相信吗？